天后海出兵，随意好料理。今天要做啥物菜？今日要煮，要看嘛知。是你甲我问的，变做我甲你问。是你要煮好，无你来。梅干扣肉菜。哦，嘿啦，是你甲我问，你讲的梅干扣肉，其实梅干菜就是咱讲的泡菜。咱讲咱泡菜吼，有这搭的，甲淡的这两种。我听着看到这种。其实哦，迄个淡的搭的拢会使，但是上重点就是爱免啊水。天哪，大概足食力的咧。我来食来。啊对，煮起来拢酸，我就讲那拢酸。你有水无？有水啊，当然有水啊。你是毋是用一般的烧的用的鞋啊？不然一个点啊，你洗。无啦，因为你看，咱这水给发起这么多吼，所以其实啦，你嘛咧洗时尽量吼，就是你迄个汤啊较大汤的，水加一丝啊。因为你水伤少，你点嘛直直拉吼，伊刷感觉直直夹的。哦，你意思也进水哦？你看，咱这还未泡水之前，哇！这边呢有酸呢。伊拢会刷，拢是夹伫内底。嘿。啊，所以一定爱咧洗时阵，就是对咧爱泡水，泡拢开开。哦。叶啊拢开开，啊规领落去洗。安尼。嘿，那安尼落去洗，啊洗吼，啊水加一寡，洗吼，加洗几摆啊，刷就洗清气。来，啊咱今日哪讲哪做吼？哪做来？我讲唔免下油。免下油。咱这肉就油咯，咱像这肉这油。起来甲煎一下，主要是先煸过这芳。哦。嘿，你若无像白皮肉沙沙安尼，去肉无味，袂芳，减一个芳气。你要煸这伊就油会走出来咯。我即摆切咧。哦，咱就安尼甲煎一下吼。嘿，肉味出来咯。哦，煎一下表面安尼看。嘿。哦，色滴。保守按起来，安尼闻到迄个芳味咯。对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？这个时阵领。蒜头，你看我拢无炒油呢。我无炒油。无炒油，就拄在煸在块底油，哦，欠芳。起码你看你帮我摕雪糖来。你输啦。你忙糖个盐分无呢？可以啦。一边白色的糖吼，好来雪糖。那够无？过来。你输啦。过来。好哦，好，那会焦香啊呀。就小炒者哈。咱拢就这点油哦，咱拢无搁加油哦。即摆已经开始熟了哈。来哦，你看哦，即摆咱这炒到安尼，咖啡色哈。即摆豆油哦，准备哦。豆油。来，你等，哦，来好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差不多，嘿，炒。无够。过来一汤匙。好。差不多哈，啊你看，这糖是咪就哦，色底爱好油，好油。爱搁安尼做色哦。系，安尼去都色水较水啊。小水。嘿，小水。加。来。好。搁加出来袂紧。好。爱水哦。爱水，因为咱泡菜吼，泡菜等下会缩水。哦。嘿。这一个肉汤哦，好弄个了。嘿，甜分就是为遐来，迄忙拍算。啊，拍菜一般性就小可哦，迄个咸淡。啊，伊咸淡迄种芳气吼，甲这个豆油芳佫无共。啊，所以啊，佫迄个甜肉迄甜味，爱全部加做伙。嘿，安这好食。好，安尼咱大概一吼。安尼爱搁甲刻起来无？爱摕个迄个。无，拄只迄个来。搁甲硬起来。嘿，对。啊，咱这泡菜吼，弄好就好啦。因为哦，我最爱食泡菜。系啊。你泡菜吼，只要有食到这个肉汤、肉汁、肉芳落去吼，这泡菜比肉较好食。对啊。做下饭嘞。好，来炒者哈。安尼水分有够无？搁要加寡水无？不要紧，等下吹就自然有伊会生水分出来。啊，因为咱这做泡菜虽然有够咸正，拢无味嘛。无味。今仔泡菜量多。量多。搁加煞豆油可以。哦，爱看咱的量啊，看咱食安怎，对，嘿，掺做就掺做嘛。啊，米酒敢爱？米酒爱掺蒜。有爱掺一蒜。嘿。米酒真正厨房之宝哦。对啊，伊吹过吼，伊自然有迄个酒味无去，但是迄个香味会出来。好，OK。
来，这个时阵咱来摆了哈，嘿，摆啥？摆肉，来，用摆。嘿，爱记吼，来，咱这摆吼，嘿，咱边啊较细地，嘿，愈中愈大地，愈中愈大地。嘿，为这边先来。摆肉还有看病。对，上简单的记，你皮爱伫下底，哦，皮爱用的骹。你皮伫下骹，等下倒壳的时阵，皮就伫原顶。哦，袂使三mặt。对。哦，摆肉嘛技术了。有摆肉有技术，安尼。嘿。好，皮向下底。好，炒好迄有入味。好，这种。安尼皮就够香啊嘞！你看拄着泡菜食多对吧？嘿，拄啊真济呢。袂，即摆我等下搁吹落吼，伊会搁湿落，搁消风落，会搁消风落。来，甲试按，吼，你甲看，这个汤汁多好，你看，试落有无？嘿啊。吼，甲试好边，来，安尼才用好吼。来，甲。揢来电锅，吼，揢来电锅。一般我来用电锅咧用吼，差不多是8半的水，和2元火。哦。2元火听。2元火是啥火？就是2摆。哦，2摆。跳起来个一摆。嘿，跳起来个一摆。嘿，来，安尼即摆安尼，甲切落。搁来咧。过来哦，过来就是蛋。蛋。来哦。来哦。咱的泡菜扣肉。已经好咯，吹2元火哈。吹2元火啊！哇，你看，你看，迄泡菜味，迄色水变好无？嘿啊！入味咯，入味咯。入味啊！来哦，梅干控肉。哦，来，这先来洗哩哦，吼。洗哩。哦，为什么叫扣肉？嘿。就是爱甲倒边过来。安尼变。来。哦，是安尼。看咧哈。嘿。来，卡起来紧啊哈。哦哟。来，你看。梅干扣肉。对，安尼好咯。好啊吗？还袂。还袂。我讲咱餐厅咧卖吼。嘿。你甲看是毋是悬顶金骨？嘿对。我讲咱因为咱爱搁经过这个豆粉的动作，无豆粉吼，伊就起吼，伊肉吼较会焦。这个肉汤是精华嘛。嘿。咱甲迄个肉汤吼，牵一丝丝啊。牵一丝丝啊。一丝丝啊粉条，伊等下迄淋落去吼，味吼。这扒会掉，一丝丝啊，吼，丝粉。秘籍大公开哦。无啦，这是简单。豆豆啦。豆啦，嘿。袂使出来咧。无咯，你这个伤高。好，安尼哈。我若莫伤高哈。来哦，103要开咯。开啊！好期待哦。哇，梅干扣肉，有无？对。搁有一个蔬菜爱注意哦。嘿。这个时阵要淋落时阵，嘿，都爱像对家己的太太咁款，爱温柔。你莫一个甲冲落，冲落伊就弄鸡刷起。安尼嘛。所以会开啦，会开就较无好看。好来。哦，真正的水呀！你加这粉呢，敢若加足好食呢。看起来加足金色色啊咧。对。啊，来嘛，这会记呢，这嘛是算家常菜呢。但是吼，你甲来往一丝啊，迄个心思吼，往一苦干甲白的，吸来暗落去吹，嘛足简单啊，吹佫唔免顾。搁你买豆腐，搁买金色色。对啊。当下咧，莫甲我当，这盘我买，我要等来煮饭，饭等来配。哇，规口走的真正好食。安尼吼。当然。梅干扣肉，希望大家喜欢。OK 了。